大家好，話咁快就到咗2025年尾，今次我哋講下喺今年有咩每日挑戰出現過。喺呢條影片裏面，呢3條路線最受到玩家關注，而多數玩家嘅反應就係首先我哋就睇下呢19個月嘅每日挑戰分佈成點。私人租賃長居第一，第2名都係 PH 但使用稀有車型，第3就係 77X 同370，有32次。而每日挑戰裏面出得最多嘅正常路線就係140，第2名係 N171，兩個都係去第4區，原因係因為演唱會舉行嘅頻率大增。另一方面，42往北島方向由 V2.0 推出之後，從來冇喺每日挑戰裏面出現過。如果唔計冇出過嘅路線，距離路線最後一次出現最耐嘅正常路線就係370A，喺24年9月28號出現過之後就冇再出現過，而只喺每日挑戰裏面嘅就係248同242都超過咗200日。跟住就睇下每日挑戰嘅詳細資料。喺1月嗰陣，471同一個方向喺7日內出咗3次，為370 3日內出2次。而喺2月 N271同一個方向連續出咗2次。要知嘅係呢條線雖然少咗2個站，但呢條線都係非常之長。下一個禮拜又有148同248嘅輪迴洗禮。如果有人問1日內由天堂跌入地獄係咩感覺，玩過呢2日每日挑戰嘅人就體驗到，一邊係一條冇出現過嘅路線，一邊係抱怨日 N171。咩叫做過分？我哋睇下6月份嘅資料，你會睇到2個 P 中間夾住一個 N171，而呢個 N171你係要喺冇街燈嘅情況下行駛。想做一個老手，請首先通過呢個測驗先。後面緊隨嘅242就係一個先苦後甜嘅好例子。而且 N171由12號開始每隔4日就會出1次，而且冇1次係比賽，發生嘅機會率係非常之低。反而相反方向嘅 N171嘅第1次出現要喺同年8月5號先出，發生機會率係非常之低嘅。唔止頭先嘅情況，我哋去反上1個月，雖然呢個月望落去好似冇咩特別，但等一陣先，呢啲係咩嚟㗎？1個禮拜裏面370之後係270A、N271，仲有240，簡直係中咗彩票。既然私人租貸喺呢580日出咗咁多次，連續2日都係 PH 嘅次數都有幾次，而連續3日都係嘅機會係0.00363，呢個情況就喺365日內就出現咗2次。最後就俾埋大家睇下剩餘落嚟嘅月份，今年新出嘅路線有呢啲，而每條路線喺每日挑戰出現嘅次數就有咁多，可以暫停去睇。而家370成為咗最多人憎嘅路線，而471同248就俾25位同N171取代，因為見有人留言話佢好憎N171，多數係因為佢好長，而25位就係因為單一方向出得太多，而另一方向出得太少之後突然出得太頻密而俾人憎。好，今次嘅影片就嚟到呢度，記得留言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都祝各位元旦快樂。